阿贝是的。阿东拿的，啊？拿的，少到500了。拿的，我说大楼少到500了。阿贝们在不？多少贝们？对，那的呢？对的，阿贝多少？对的，东西，啊。阿贝，对的，不要，不外面算球。这样了，喂，这样了，这样了，你要不走，这样了，你要不这样了，哥，你看这直接用手掏啊，这样了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对，俺们家边没有啊？家边，俺怎么好了？老弟，用手掏啊！看他那个了，他给你分这个，到全冲下面去了。叫了，嘿，叫，有啊，他朋友有好呢，不呢？他找到了吧那个？那七八八我怎么去的？而且你看，得安静一点。帮俺妹妹。啊，背后。对呀，老妈要妈。我都还没看呢，你们背我，这个白肉哦。有你好。放地下，放地下看呀。我不摸了，你妈鸡阿贝，我都是这个洞口哦。那边看一下，那边看一下。我摸一下。我看他几远了？你看一下，你地方哪了？他这边虽然是断口啊，看到没有？有冰感没有？对，有没有冰感？哎，这冰感看一下。你看，对，看一下，看到没？这个洗洗出来全部都是我们刚才吃了，就断口有点丑啊。干嘛让我直接做店了啊？到家了，怎么干不？阿贝是的。阿东拿的。啊？少到500了。我说大楼少到500了。阿贝们在不？多少贝们？对，那的呢？对的。阿贝多少？对的，东西。啊。阿贝，不要，不外面算球，那么丑。哎呀，又输了，不在不？我老么拉不？要啥肥吗？妹妹们，他这没我好高啊！拉不又输了，不要400，不要300。哎，人去哪里了？哇，都赢不到他了。你有没有美人计时呀？老三，你老又输了叫啊！读到这谁都卖那么丑的料子。老三嘞？老三赢了，欢迎回家去。老三，妈没有表现嘛，表现嘛不行，就这个断口，妈你的断口了哥。到嘞，阿贝买喂，都找料的阿贝。3什么3？你阿老又输了的。阿老换兵哦。我进去，杨木。啊，我买这个啊，地方我也买这个。对，他叫杨木啊，对。换没？哦，没有加了牙了。这包没？把谁包？我包也不包嘛嘞。他说洗了一堆头怎么办？我说不透怎么办？对的。太薄了，那得得的，这种要大的话拿去切了。那太小了。他们要多少条鱼下去的？哎，多少小还找这么大？大对了。啊？在他妈那么下去。变，回去变。再带多贝们，20，加20，都在你。我都在你不可。不那么难谈啊，这么丑的料子，不要了，算了，不要。我有了吗？不要了。不给谁看我们？你这个断口吗？我就买你断口，来，320，多少你？要了，兄弟们。OK， 看一下怎么样？哇，看看这个断口丑啊！但是啊，它的肉很细的，你看，来看一下这里都是有一点点发黑了啊，变了你看，还有带点兰花洗手的，你看它这个冰感、胶感啊，
牌子挂进去，手镯的话就比较响啊。这边还带一点淡淡的灰呢啊。下面我做出来的牌子挂这里有个焦焦润润、冰冰臭臭的那种啊，你看冰感有多强。这边的话有点变种啊，这边的话就没用了。然后就这一包，反正我买的时候就这一包嘛啊。这边看，你看。这边的话就是变种了嘛，变大白肉了嘛，主要就是这里了。这边的话也能取个5、6个件了啊，可以了，给它收起来啊。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，兄弟们，早点休息，拜拜了啊。